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香港置業黃埔區嘅陳生。超強颱風嘅華卡莎咧已經遠離本港啦，咁我哋要出翻嚟睇樓。咁今日帶大家去咧就係半島豪庭實用713尺，屬於3房間隔2座 F 嘅單位，我哋一齊去睇睇啊！嚟到呢度咧，今日介紹就差唔多啦。如果邊位想查詢一啲紅磡區內嘅1、2手資訊，歡迎致電本人。多謝。